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係由5間屬會同埋1間贊助會組成。工會秉承愛國愛港嘅理念，為鐵路軌道從業者維護權益同保障職業安全。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於2015年3月31號登記成立嘅，係香港工會聯合會屬下嘅工會。工會嘅會員主要係以港鐵同埋電車公司嘅員工組成嘅，現時大概有4700多人啦。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咧成立以嚟，會致力推動各工會嘅聯合力量，爭取鐵路行業從業員者嘅權益，保障行業工友嘅職業安全，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同時舉辦文康活動，豐富會員嘅生活嘅。以前咧，香港鐵路咧，九廣鐵路同埋呢個香港地下鐵路啦，咁就之前咧喺唔同歷史時期咧，都分別咧成立咗唔同嘅職工會嘅。1997回歸之前啦，咁就我哋乘住回歸呢一個時機啦，工聯嘅屬下嘅鐵路工會咧嘅領導班子咧，就坐低研究我哋需唔需要建立一個更加廣闊嘅愛國工會平台咧。咁之後咧，大家咧都有個共識啦，就係我哋要成立一個咧鐵路工會聯合會。2015年喺呢度咧，我哋特別邀請咗咧，同樣係城市鐵路軌道集體運輸嘅老牌工會電車工會參加咗我哋呢個平台，因為咧佢哋有非常豐富嘅工運經驗，可以咧為建立同埋推動我哋呢個平台咧起咗一個好重要嘅推動作用。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成立至今，每年都會為工友爭取薪酬福利提升，並致力於維護工友權益。2019年西九龍高鐵裁員事件、2019年港鐵中環站列車相撞事故，以及係2019年疫情期間工作安排等，同時工會不斷推動鐵路同電車行業工作環境得到改善。我哋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成立咗之後咧，都係集中一啲同事一啲嘅維權或者紀律嘅事件，我哋去協助。喺西九龍事件一次嘅維權行動，咁事緣就其實就係喺19年嘅西九龍站嘅外判商就以呢個削減為理由咧，就裁撤我哋嘅同事，包括啲嘅保安嘅同事、安檢嘅同事、月台助理嘅同事，甚至係票務嘅同事都有份。佢冇作出一特別嘅補償，所以對於當時同事嚟講咧就好彷徨。咁我哋工會收到有關嘅信息之後咧，就即刻落去西九龍站，組織有關嘅同事向承辦商同埋我哋港鐵公司要求呢個合理嘅待遇，而進行一啲較為成個月嘅一個洽商同埋商討咯。咁最後有關被裁撤嘅同事都可以攞翻一啲特惠嘅補償金，同埋或者一啲嘅職位嘅再安置。咁喺呢啲次嚟講咧，其實我哋嘅工會組咗同事之後咧，亦都喺尤其是外判嘅同事啊，都知道我哋聯會嘅存在。而家周不時都有啲同事有啲權益嘅問題啊，或者僱用嘅問題，都上嚟我哋作出諮詢。及至喺19年年頭試過幾次嘅港鐵嘅嚴重事件，喺中環站試車撞車啦，喺紅磡站出軌，呢2單嚴重事故之後，我哋工會都要求公司點樣去妥善去作出呢個調查，同埋調整有關測試嘅方向，甚至係日常嘅維修嘅安排，都要作出全面嘅檢討，以保障我哋同事嘅安全。事件之後，公司都對於整個資產進行去重整，或者所有嘅程序都進行檢討。工會定期同公司進行會議，反映工友訴求。咁封信我哋最主要內容咧就係要求加薪啦，跟住咧我就要改善福利啦，同埋就設立個年資。我哋會將呢封信咧遞上俾我哋嘅管理層嘅，咁反映我哋嘅意見。其後，港鐵公司公布年度薪酬調整方案，工會並作出回應，表示薪酬增幅同舊年相若，符合預期，期望未來工會同港鐵公司進一步加強溝通，創造更好嘅勞資環境。咁喺過往其實工會上面咧，其實幫大部分嘅工友都爭取咗一啲應有嘅福利㗎啦，包括呢個牌照費啦。你擁有啲牌照嘅時候，就會有啲牌照嘅費用啦。就埋我哋翻特組第二嘅時候，咁嗰個已經回復翻去沙士之前嗰種薪酬啦。呢個係我哋好多年20幾年裏邊先至爭取到翻嚟嘅。其實爭取嘅道路係好漫長嘅，咁但係每一次我哋工會都會去提及呢樣嘢，希望可以回復翻同事嘅心聲，表達到俾管方。咁喺個過程裏邊，如果管方未能夠
回應到我哋嘅時候咧，我哋就有另外一個動作咧，就係繼續去爭取嘅，係啦。咁我哋每一次都會再爭取多少少咯。經過多年嘅爭取啦，我哋終於都成功喺電車站舞月台電車站有改善啦。咁有紅色嘅標示啦，電車站。另外喺信德中心站月台嗰度延長咗嗰個行人圍欄啦。另外就係軍器廠街亦都延長咗啦。咁經過我哋多年得到各議員同埋運輸署啦、路政署啦多方面嘅交涉啦，咁卒之都喺幾年嘅糾纏之下，卒之都成功爭取咗改善嘅空間啦。咁改善咗途人橫過馬路嘅情況啦，同埋改善咗司機路面嘅駕駛嘅安全啦。咁我哋亦都會做一啲關愛工友嘅活動嘅，例如職安健啦，向職安健申請一啲呢個預防中暑物資啦，例如啲水樽啦、小冊子啦，咁去教導工友夏天嘅時候要注意啲多飲水啊。同埋做一啲伸延嘅運動啦，上落車咁，因為佢成日坐喺度咧，都有機會影響到佢腰骨啊咁。我哋亦都想提點多啲工友嘅咁呢方面啦。喺呢個鐵路行業裏邊咧，我好多時咧就點解會有嗰個青黃不接啊，或者係一個人手短缺嘅問題咧？最主要都係我哋嘅鐵路行業裏邊咧，因應人手不足，好多時都會有一個一班接一班，即係話可能三班裏邊可能要上咗2班時間，所以令到啲同事咧係喺上班嘅時候咧都會一個壓力啦，同埋佢嗰個長時間工作啦，融合咗喺個鐵路裏邊呢個資歷資格先至可以喺度工作咯。咁所以考好多嘅試，所以同事咧就會有個適應期，都係有一個難度咯，令到佢留住新人，同埋要啲同事可以長遠喺度發展嘅話，都有一定難度咯。為幫助工友增強自身能力，工會亦都爭取到一個學位資格課程，令到港鐵公司工友可以晉升到管理層。工會亦都會帶工友同內地嘅軌道工會進行交流學習，分享工作經驗。自成立以嚟，同埋一路到呢個平台建立到而家咧，我哋一直都致力推動同埋發展呢個會員福利嘅。咁其中有幾樣係比較有特色嘅咧，可以值得提一提嘅。首先，我哋喺90年代咧已經爭取到咧，當時叫做北方交通大學咧喺香港首辦一個咧交通運輸專業嘅遙距學位課程。而家我哋港鐵員工咧都係通過呢個課程獲得香港政府認可嘅學位資格咧，從而晉身到咧而家嘅港鐵公司嘅管理層嘅。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工會成立冇幾耐啦，咁就喺大約又係90年代末啦，我哋已經咧係被全國城市交通軌道會議咧邀請成為特約會員。每年咧我哋都會去派代表出席咧全國50幾個城市嘅城市軌道工會咧進行呢個工會運作嘅經驗分享同埋交流嘅，就同國內嘅同業咧進行交流嘅。今年係鐵路工會嘅成立10週年啦，咁我希望帶領一啲會員啦，喺爭取我哋應有嘅權益。我哋每年都會爭取我哋合理嘅加薪啦。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只要精神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咁希望而家嘅工會負責人咧，就秉承我之前啲前輩啦，或者我哋呢一代嘅人咧，我種鍥而不捨、堅持自己信念、堅毅前行呢一種精神同抱負咧，一定可以幹出成績嚟嘅。我引用國父一句説話：革命尚未成功，各位仍需努力。咁我哋其實工會咧最主要係想聯繫去團結一班嘅會員啦，一班嘅理事去為一啲工友、為我哋嘅會員去爭取福利嘅。呢個就係一直以嚟嘅目標。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10週年快樂！